华视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疫情降级了后，台中一间婚宴会馆来接第一团订婚办到的人客。讲这对新人订婚已经为年初延到即摆，时间嘛已经改过2届，即摆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遵守这个防疫的规定，除了减少着宾客人数，食道嘛来采着梅花座，每一道敢若会当坐5个人，而且食道的人数控制伫室内50个人以内，而且嘛袂使一道一道去敬酒。请咱众人。新娘芳茶要互男方的家属啉，传统的订婚仪式圆满完成。不过要举办仪式和婚礼，这对新人已经等半年，是有延后2次了，也都是配合政府的防疫，人数也都有掌握在那个政府的规范。原本今年5月份要举办订婚，不过拄到疫情延到6月，想要到过1个月，疫情也未卡回。这对新人只好等降级的消息一出来，赶紧向婚礼会馆致接，嘛变做婚礼会馆降级了第一组新人。这样是会，然后但是还是以就是安全第一，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做好防疫。延了好几次了，然后我想说。政府刚好有解封，然后可以办的话，然后我们才选择在这个时候办。除了订婚仪式，这对新人嘛要办婚宴，为了符合防疫规范，业者嘛做好准备。在主桌的部分，我们特别搬来20人座的，让它符合梅花座的部分，就是让它只坐一半的人。业者为着圆满搬更较大的桌仔来做主导，除了会使保持社交距离，更会使坐10个人。记者左手边这里呢，这个桌子其实一张桌子原本可以容纳10个宾客，不过现在为了要降载这个人数，因此一桌现在只剩下5个位子哦。伫婚礼请大家食饭，爱遵守室内50个人、室外100个人的上限，另外嘛袂使达到敬酒。虽然规范有真济，不过业者讲联盟婚期的主文电话愈来愈济，有信心伫下半年结婚相关的产业会开始开回。